歡迎收聽事前想後天馬行空，賽前講兩句。網友 Cousin 傳咗兩張飛過嚟喎，講咩呢？睇中咗薛海華兩隻，先買頭關單頭，中咗就唔使補尾關個單邊啦。等中果然中晒喎，犀利！10蚊可以收700幾啊，即係7倍乘10倍咯，差唔多2,100勁。記得3個放煙花。另一位網友係 NSO。先要 keep 住旺氣啊！繼續貼飛，祝願大家星期日賽事好玩。係喎，4連環我中咗澳洲賽事好啊 ！Anderson 喺個片段有留言喎，琴日條片3個紅心3個放煙花3個手瓜，多謝你。排頭位，琴日嗰位就係 John Wong 啊，8個頭位好啊，犀利啊！收益青4個紅心3個放煙花3個手指公3個手瓜。讀到後院大佬，然之後網友封淵司徒兄果然見多識廣，點呢？這就是強國同外國的分別。咁啊係啊，即就算真係強國咁叻，都冇理由睇人唔起啊！更何況自己根本就係一粒塵，有乜資格睇人唔起呢？網友兩毛4個紅心4個放煙花，多謝兩毛。跟住就係賈博士3個放煙花，多謝賈博士。網友楊確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楊確。然之後網友馬交星田雞食得法國菜多，咁多嘢講，罰多2日，咁抵死。其實我真係好唔中意佢，即係騎啲馬令我好唔放心。網友 Danny Lam 先生果然如我所料，點呢？4場13號下旨令小弟叫絕，即係叫絕，即係話你咁蠢都買啊？係咪咁意思？其實我有啲後悔，我發覺羅富全好似搭咗雞棚去放潘明輝落去等大家買，然之後佢開佢自己馬房底啲，越睇越驚。而家陣間睇埋嗰啲飛開出嚟，知係咪咁衰格？網友張串2個放煙花5個紅心，有2個放煙花，幾個襯得幾靚啊！繼續就係呢個卡神精神爽利好啊！係啊，我記得㗎，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精神啊！你咪精神咗啦，頭先2000人都中啦，你巴閉啊！跟住佢又講喎，超越夢想上一場出閘慢得好緊要，出閘冇慢，出閘同一時間跳出嚟，但係好似嗌少禮啊嘛，佢夾硬留到落最尾，點知一留到落最尾，隻馬一唔推呢，隻馬自己懶性好重，直情你都唔想玩啊！沿途包尾脫節。喺呢個直路呢，追翻多少失地，但係淨係過到嗰啲呢腳軟嘅馬，就連2隻塞車嘅馬佢都追唔到，睇嚟要睇多鋪先。咁大鑊有飛喎，不過啲飛未必真嘅，因為啲人追潘明輝開齋嘛，連一隻亮寶都26蚊位置，你話係咪離晒譜啊？即係我好驚呢，我俾人一網成擒啊！聽日，然之後帶挈埋大家都俾人一網成擒啊！睬死啊！冇講啲衰嘢。跟住係 Tony 先，早晨。謝謝資訊啊！另外阿 Tony 估計恒生銀行180蚊到230蚊呢，起碼超過10俾死人揸住，話唔係咁大鑊係嘛？3-4年喎揸咗，現有股東持有量6年計，疫情前平均價格，即係講下又好似係。但係你嗰啲小股東，你有權否決佢㗎。咁掂埋心水放鬼咗佢，將啲錢用嚟買翻匯豐得唔得咧？我冇話匯豐得啊，即係話你恒生都夠膽買啦，點解唔買匯豐咧？唔係恒生夠膽買，即係恒生你夠膽揸啦，咁點解唔揸翻匯豐咧？啲息有冇咁多啊？我唔知喎，我冇揸呢啲股票。即係講起股票咧，琴日錄緊音嗰陣時咧，突然之間見到隻美股明明升100幾200點，突然間係咪反插500點？哇！咩事咧？再 check 下香港股票就反插600-700點。原來又嗌交，即係最近呢個月喺香港聽嗰啲，即係我覺得佢有料嗰啲股評人或者經濟學家，全部都一個口徑嘅啫。即係你買啊，根本已經再冇不利因素啊！即係嚟緊睇唔到任何不利嘅因素，美股一定狂升 ，AI 就係主流，即係港股源源不絕啊！上邊有水泵落嚟，即係我哋呢啲睇淡嘅淡友已經心灰意冷啦，即係俾人一棍一棍咁嘔到咧面青口唇白，得閒跌嗰200-300點俾粒糖你食，食完粒糖都未食完啫，佢又一棍打落嚟。即係好啦，咁點解我個題目叫做股票市場的王兄呢？王兄係邊個？即係王兄梗係唔會炒股票啦，即係革命先烈孫中山王兄。孫中山就喺外國籌錢，車大炮氹啲華僑，氹啲外國人。我將來成立新中國咧，鐵路咧交俾你起。
呢個礦啊交俾你起，我發行啲債券，你幫我買先啦。即係攬埋一大堆錢翻去搞革命，革命失敗喎，嗰啲友即係等於喺矽谷投資新科技，即100間都冇一間跑出嚟，之前嗰啲全部都抌錢落去啊！即係孫中山如果今時今日係一個好 sales 嚟嘅，其實好 sales 同騙子冇分別。咁又關黃興咩事呢？即係推翻滿清政府啊嘛，同盟會、興中會，即係我唔知幾次革命，9次定10次，全部失敗收場，死咗好多人。最大鑊就係黃花崗起義，即係其實革命嗰啲人統籌得好鬆散，即係孫中山外國買啲槍有時係未運到，話明喺黃花崗集合嘅，即係嗰個革命嗰日都爆發咗啦，啲友夠膽死，過2日先至趕到現場，你死唔死嘅？即係喺黃花崗起義嗰陣時候呢，我死咗好多人，即係嗰啲領導又死咗好多，即係黃興喺嗰次呢，自己手指都俾人哋子彈打斷咗2隻，即係受咗重傷。即係心灰意冷，把口就話唔放棄，其實即係老鼠拉龜冇地埋手。即係清廷及住呢個同盟會啊嘛，同盟會基本已經全部散晒，死得就死，走得就走。因為佢哋做咗目標，即係清政府係要趕盡殺絕佢哋，所以佢哋咧變身化名其他會啊，咩科學會啊、文學會啊，即係文學會係同盟會嘅子分會嚟嘅，即係領導宋教仁陳其美啊，即係佢哋商量好啊，10月16武昌起義，點知消息走漏，即係起義嗰隻本花名冊俾清軍搜出嚟，大鑊，人都未齊，已經俾人踢爆咗，咁已經籌備晒啦嘛，冇得再等啦，都穿煲啊，都係決定咧提前10月10號起義，即係你啲軍火你唔用又係俾人充公埋，走又係死啊，不如提前嚟啊，即係喺個軍營嗰度亂咁嚟啊，即係匿埋開槍嘭一聲打落嗰個武昌嗰個軍營，即係點知你諗都諗唔到，即係鎮守武昌嗰個阿頭咧，聽到槍聲較腳。即係未打較腳，軍心散渙。而家呢分鐘發生呢啲事，會唔會又係咁嘅呢？好機會，好大機會，因為你冇糧出啊嘛，冇糧出好大鑊啊嘛，大佬。即係成個革命不攻自破，清軍自己硬得係硬，投降就投降，即係話都冇咁易，竟然成功喎！即係完全都冇諗過會成功嘅。即係黃興嗰時仲喺上海，即係諗住又衰㗎啦，啲嘢又嚟唔切，又俾人踢爆咗、篤穿咗，時間地點都俾清軍知道，唉，都係避遠啲咁樣。你有咩冬瓜豆腐，我接應你啊！即係籌備咗下一次，點知佢成功喎，砰砰聲趕去支援啦！即係個孫中山仲大鑊，即係美國，即係咁多次革命失敗，即係你舊年叫人買美神來，買咗今年次次都輸嘅，你再叫個斬頭都俾人駁穿啦！你都黐線，冇人信你啊！孫中山，即係再籌唔到錢啊！即係有人講話佢喺加利福尼亞州嗰度，即係華人餐館嗰度洗碟啊！佢死唔認嘅，咁咧佢武昌起義成功啊嘛，因為當時候好多外國記者喺中國，即係佢喺美國睇報紙先知道武昌起義成功，你話幾折墮啊？即係你報紙登出嚟都差唔多成10天半夜嘅事啦，完全唔係佢參與，即係佢一知道武昌起義成功，嗱聲抌低啲碗唔使啦，即刻坐飛機翻中國，哇大破隻啊大佬，即係套路翻今日，即係你諗住啊！即係香港股票東方不敗，中國東方不敗，點知突然之間佢黐咗線喎，發蹄騰咯，佢去捅啊特朗普一刀都離晒譜，即係睇佢啲部署咧，佢冇諗住同你傾喎，佢趁亂攞你命，亦都唔 care 嗰個俾美國制裁嗰樣嘢喎，因為死就死嗰啲人啫嘛，唔係死佢哋啊嘛，即係我哋中國不惜一切代價對付美國，一切代價咧就係中國人民啊，星期一翻嚟會點咧？我真係唔知。即係呢個古仔，即係1910年、2025年、100年多啲啫。即係原來呢個世界係冇絕望喎。即係凡事諗住咧，神仙過鐵橋嗰陣時候咧，嗰條鐵橋會自己鬆螺絲喎，斷埋，真係死大鑊。所以點解話喺股票市場嘅黃興咧，即係黃興手指打斷埋都冇心機再搞。點知嗰張股票諗住愛嚟做長子嘅，突然之間話有人收購，即係嘅股價連升10倍喎。你話係咪死？即係諗住恒生指數突破3萬點啊！而家唔突破啊！好啦，咁又講下呢個美國嘅傻佬特朗普啊，即係佢完全沉迷喺班擦鞋仔手上邊，即係錢又有，權又有。邊個唔聽話，拉佢告佢鎖佢，即係千方百計忍讓中國，即係諗住掟埋我 TikTok。點知而家 TikTok 都傾到啦，成功啊！但係嗰個控制權到底係點呢？佢自己都唔夠膽講。即係國內減產成本 cut budget 又唔成，開支一天咁大，稅收咧又收唔到預期咁多。即係而家中國又話要
即係搞斷條供應鏈，等你冇晒高科技，即係啲汽車啊、晶片啊，全部啊停低，即係成個股票市場失去動力。即係特朗普呢條友狂躁症啊嘛，佢諗住自己成袋錢，點知一驚無神俾人揾刀片割開個褲袋，啲錢跌咁大半走，你話佢嬲唔嬲啊？即係佢會做啲咩？佢而家咁樣第一步咧，佢係做錯咗，又錯啊！佢真係加100% 關稅，即係中國係不惜一切代價同美國鬥㗎。嗰啲一切代價就係中國人民啊嘛，即係你加關稅，受害係中國人民，又受害美國人民嘅通脹。即係你加到10000% 關稅都冇用啊！中國人唔驚你，冇得食唔係佢哋啊嘛。應該仲有排搞。如果你而家一打中中國要害咧，中國可能就會即刻同你傾啦。如果你加關稅，佢唔會同你傾，佢會拖死你經濟。咁特朗普幾時先會知呢？應該佢唔會知喎，因為佢身邊全部都係飯桶，全部都唔識嘢。識嘢嗰啲佢都全部冇要冇揀做內閣國員。即係好多嘢可以做嘅。即係譬如你喺聯合國突然之間拉張凳，跳個名寫住台灣咁，唔係台灣嘛，台灣叫啲人叫某個島啲人坐喺度，呢個位佢聽下嘢，哇咁啊大鑊啦！陣間又叫嗰個魯比奧 Poker Face 坐飛機喺台北降落，哇咁啊大鑊啦！再唔係喺菲律賓嗰度洗橫手整沉幾隻中國海警船又好，戰艦又好，易嘅啫，佢出手啊！嗰啲就係中國又驚你嗰啲啫，其他佢都唔驚你。但係特朗普唔夠膽做呢啲嘢，驚死！即係佢心目中最好咧，把口贏咗你。即係明明係你損失2成，你損失8成，我損失2成，佢唔會做啊！佢最多佢就零損失。如果咁樣打交，永遠都輸啊！點會贏啊？即係短期，我講嘢唔兜嘅，冇如果萬一。睇佢而家加%中國關稅嘅話咧，中國係唔會理佢。即係短期咧，呢個關係係惡化，會揾到個辦法令到中國痛啦，咁佢先有機會咧講和。而家調翻轉，中國諗到辦法令到美國好痛好痛，睇下點算。好，趣味念下詩喎，講完肯定俾人鬧，因為冇嘢講，睇唔掂。兩個睇法，4號大衛希斯13倍，5號廖康明55蚊。咁係咪廖康明插呢？唔係，係大衛希斯調。大衛希斯調隊，譬如大衛希斯唔係13啊，大衛希斯當佢又係5.5倍。咁6號廖康明又係5.5咯，5號廖康明5.5，6號何賢咪10倍咯，順住落啊，冇問題啊。咁即係大衛希斯應該係隻心紅紅啊！唔知咩山街風，俾啲白冷吹到咁熱，然之後咧越賣越唔似，即係大衛希斯你最好係全線畫咗佢，唔似，好離譜啊！即係如果大衛希斯係唔似嘅，唔等於廖康明插隊連場得喎，呢個兩件事嚟喎。好啦，講完啦，最尾騎師王咁咧，諗住潘明輝睇下有冇機會開齋，嗱佢爆尾喎13號喎，佢60倍。咁你話佢比起潘頓嗰18蚊咁 OK， 唔算難嘅。但係你有個開齋因素落去咧，乜都係假，而偏咗。佢嗰啲馬量寶啊、五福星啊、超越夢想啊，唔似喎，真係唔似喎。即係可能有一兩隻位置唔出奇，但係贏問啲買飛買到連最尾嗰場天福都有人買嘅。即係睇騎師嗰度咧。由8號到12號啊，45倍、50倍、45倍、50倍、45倍咁樣，包尾嘅日潘明輝60倍，即係你講，即係冇人有信心咯，亦都冇人買喎。即係話如果有嗰個投注額集低，應該今次嗰個投注欲好低啊。即係由於乜都睇唔到啊，我又唔想夾硬講啊，夾硬講害死人。騎師練馬師王冇提供，俾人踩台。即係講下呢個第3場，本嚟諗住爬冷門彩虹戰士啲飛完全唔似啊，唔好理佢。大番薯啲飛勁喎，似喎，5福星坐頭腳係跑流者啱噶啦。上次跑到一劈茄咁樣，到底係撞到強敵縮沙定話狀態未得呢？買多次咁，然之後另外一隻唔應該熱嘅馬叫大利好運，佢上次後上跑第4啊嘛，但明明短途係唔啱啊，但係佢呢次咧熱到咧連位置20幾蚊，真係太過分。咁啊點解會1200米都咁熱位置咧？完全係唔明嘅。即係我哋學下張寶元啦，即係呢場冇心水，勉強提供。4號5福星配腳大番薯第3名大利好運。反而第4場咧，羅富全嗰隻超越夢想啲飛似喎，即係落腳咁慢，
竟然有飛啊！終於熱過隻順善寶。如果你講上次順善寶咁跑得咁好，今次啲位置飛完全唔似。咁啊打頂頭大熱門兩隻，因為嗰隻星雲笑着呢，上次博輸咗，即係啲人覺得兩嘢啊應該唔掂啊！即係通常啲人買馬呢，買到點呢？即係輸開嘅繼續買熱啲，開心5月啊嘛！贏開嘅你贏夠啦，唔買你。即係星雲笑着，星雲笑着嘅位置太難。聽日開飛嗰時一定要跌穿20蚊，跌穿20蚊，譬如18蚊啊咁啊，咁啊好啦。如果仲係嗰啲咪25、26蚊咧，星雲笑着係危險嘅。呢個第4場呵，勉強提供。2號開心5月單 Q 13號超越夢想。你話買多隻拖3場單 T 嘅，買埋3號星雲笑着。嗱，買2場啊，真係完全冇心機睇呢聽日啲馬啊，就咁中呢2場算啦，收工啦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